它本應是一場光彩奪目的聖誕盛會，燈光、音樂、權勢。然而當一名孕婦走進來時，她的丈夫、她的情婦以及她自己的婆婆卻認為他們可以當着整個上流圈子的面羞辱她。他們不知道真相，他們所站立的這座豪宅屬於一個他們應該畏懼的人，因為就在一杯紅酒在他臉上爆裂的那一刻，整個房間瞬間凍結。而從陽台上注視着的一名男子決定他已經看夠了。接下來發生的是背叛、曝光以及鋒利到足以切碎節日華光的正義。相信我，當他的父親終於走上前時，你絕對不會相信接下來發生的事。告訴我們你正在收聽的時間以及你來自哪裏，在下方留言吧。我們很想聽聽你的聲音。柔和的燭光在弗羅斯特福爾莊園宏偉的入口大廳中閃爍。當埃莉諾·哈特與她的丈夫維克多·克爾並肩走進來時，她的步伐很慢，部分因為她已懷孕7個月的重量，部分因為她想仔細欣賞這場她曾希望能夠修補兩人之間裂痕的聖誕盛會的美麗。她穿着一件淺天藍色的孕婦禮服，裙擺輕柔地拂過腳踝。這是一件本該讓她感到寧靜的裙子，然而她的心臟卻帶着謹慎的希望怦怦直跳。維克多沒有伸出手臂，他往前走了2步，一邊整理領帶，一邊掃視房間，仿佛他的存在會讓他難堪。他刻意保持着僅夠在公開場合顯得禮貌的距離，卻又遠到足以讓任何人不至於誤會他們是恩愛的夫妻。埃莉諾注意到了這道縫隙，卻假裝沒有。他已經學會了像隱藏神套一樣隱藏失望。安靜地，樂團在背景中輕輕奏着溫柔的聖誕曲，小提琴的柔和音符在空氣中飄蕩，與那棵金銀主題的高大聖誕樹散發出的溫暖玉桂香氣交織。這是一幅令人屏息的景象。埃莉諾想去享受它，他想相信今晚能夠軟化維克多最近的冷淡，也許能讓他想起他們曾經的婚姻。但瑪格麗特·克爾走來的那一刻，埃莉諾的希望動搖了。瑪格麗特的表情鋒利得像能割開玻璃。他瞥了一眼埃莉諾緩慢的步伐，搖了搖頭。你走得太慢了，人們都在看。他的語氣簡短，音量恰到好處地讓附近的賓客投來帶着評判的目光。埃莉諾輕輕吸氣，提醒自己保持冷靜。他不想爭執，不是今晚，不是在這裏。當他努力重新平復情緒時，另一名女子從人群中走來，薩布麗娜·沃斯。那個埃莉諾只在維克多手機裏的曖昧消息中見過的女人，那個她在深夜維克多襯衫上聞到過期香水味的女人。薩布麗娜穿着一襲貼身的紅色禮服，捕捉着房間裏每一道光。她的紅寶石色雙唇揚起一抹自鳴得意的笑容，先看向埃莉諾的腹部，再看她的臉，然後又看向她的腹部。薩布麗娜和瑪格麗特交換了一個眼神，毫不隱晦，毫不友善，那是兩個女人等待出手時機的目光。還沒等埃莉諾說出一句話，維克多便低聲說了句關於商務談話的話，然後徑直走向薩布麗娜。他沒有回頭，他沒有考慮自己懷孕的妻子是否能在滿是陌生人的大廳裏獨自站立。埃莉諾咽下心痛，輕輕將一隻手放在腹部。他不想表現出脆弱，不能在薩布麗娜面前，不能在瑪格麗特面前。他發現自己孤身站在舞廳中央，周圍是一襲襲華麗的禮服與擦得亮的皮鞋。他把一縷散落的頭髮別到耳後，努力讓自己看起來鎮定。
活動經理利亞姆·格蘭特從房間另一側注意到他的不適，向他投來一記同情的點頭。他的眼神說明他明白的遠比他表現出來的多。在大廳另一端，安保主管丹尼爾·里夫斯通過隱蔽的攝像機監控全場。他的工作是確保安全。然而今晚，他發現自己注視埃莉諾的次數比任何人都多。圍繞着他的那股緊張氣息有些不對勁。短暫的瞬間，埃莉諾感到一種被注視的刺痛感。他微微轉身，掃視上方的陽台。他只看到陰影和吊燈。他告訴自己是想象在捉弄他。他的父親不會在這裡。他已經多年沒有出現在他的生活裡。他消失時沒有道別，沒有解釋，沒有留下任何信息。他花了數年說服自己他不再在乎。今晚想起他只會撕開那道他勉強縫合的傷口。他的手機震動了，來自母親的消息：你還好嗎，親愛的？埃莉諾迅速回了一個謊言：我很好。他再次抬眼時，是因為聽到了笑聲。維克多就在幾英尺外，他正靠近薩布麗娜，低聲說着雜麼，使他樂樂笑着觸碰他的手臂，屈辱像冰火一樣戳穿埃莉諾。賓客們開始竊竊私語，偏着頭，彼此交換着低聲評論。瑪格麗特確保所有人都能看到這一幕。他靠向另一位賓客低聲道：成功的男人值得擁有與他地位相匹配的女人。埃莉諾緊緊吻起嘴唇。當嬰兒在他體內因上升的緊張而踢動時，他的手下意識地護向自己的腹部。主入口的大門打開時，一陣東風突然席捲而來，交談聲隨之短暫停頓。更多的賓客陸續抵達，而其中有個人的出現並未被埃莉諾察覺。一個高大的男人在門口停頓，然後走向陽台。他的姿態沉穩，他的表情難以觸摸，俯瞰着下方的舞廳。埃莉諾沒有抬頭，他沒有理由去看。他以為他的父親已經永遠離開，不會再踏入他生命的任何角落。他無法想象他此刻正距離他只有幾碼之遙，注視着他竭力隱藏的痛苦。男人保持靜止，雙手在身後扣着，目光鎖定埃莉諾，一絲情緒劃過他的臉龐，認出他悲痛、憤怒。然而埃莉諾仍一無所覺。他低頭看向自己，調整着裙擺的布料，同時緩緩吸氣，讓自己顫抖的雙手平靜下來。他周圍的笑聲依舊繼續，音樂繼續，生活繼續。他感覺自己仿佛是這間閃耀流動的大廳裡唯一凍結的存在。他就那樣站着，毫不知曉這夜晚正醞釀着一個將粉碎他以為自己了解的關於遺棄、忠誠與家庭的一切的時刻。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即將永遠改變。隨着更多賓客衝入舞廳，音樂再次高漲。然而埃莉諾感到一種奇異的緊張正在他周圍成形。他不知道的是，就在離他幾步之遙的地方，薩布麗娜正將瑪格麗特拉到一根纏着金色絲帶的柱子後方的昏暗角落。薩布麗娜俯身靠近，聲音低沉而銳利。今晚他必須被徹底羞辱。瑪格麗特的嘴角揚起滿意的笑容。他毫不猶豫地附和。是時候讓他明白自己的位置了。把他從維克多的生活中移開只會對他有好處。對他來說，埃莉諾一直都是個麻煩。這個聖誕盛會不過是一個方便的舞台。當他們低語時，維克多依舊只注意薩布麗娜。他圍在他身邊，聽他說的每一句話，對他的評論報以微笑。把自己的妻子當成空氣般忽視。
埃莉諾感受到了那種拒絕帶來的刺痛，但他努力將其隱藏。然而賓客們已經開始竊竊私語，撇向他。對他們來說，這大概看起來像是嫉妒。他們以為埃莉諾只是太敏感或佔有慾太強。他們完全不知道，他正在親眼目睹自己的婚姻在房間對面緩慢崩解。撒布麗娜的目光帶着一絲殘忍掠向埃莉諾，他的視線從埃莉諾隆起的腹部滑到他顫抖的手上。信息十分明確，你不屬於這裡。瑪格麗特也模仿這個姿態，向一群賓客低聲說道：他根本不適合克爾加，從來都不。活動經理利亞姆帶着越發強烈的擔憂觀察着這些細微的互動。他注意到撒布麗娜在秘密低語，他注意到瑪格麗特以掠食者般的靜止注視着埃莉諾，氛圍中有某種不對勁的東西。他不斷變換位置，以便始終能把埃莉諾保持在自己的視線範圍內。與此同時，在安保室裡，丹尼爾·里夫斯通過一排攝像屏幕觀看舞廳。當他看到撒布麗娜和瑪格麗特站在一起，不斷朝埃莉諾的方向偷看時，他的注意力緊縮。他按下按鈕調整焦距，確保自己能清晰捕捉他們的動作。舞廳裡，撒布麗娜從一名經過的服務生托盤上拿起一杯深紅色葡萄酒，他帶着冷笑審視着酒液，只需輕輕一潑就夠了。他低聲對瑪格麗特說：瑪格麗特點頭，而我兒子會站在你這邊，而不是他那邊。他的自信令人寒心。他堅信維克多對撒布麗娜的忠誠強大到足以承受一切，甚至包括在公眾面前對懷孕妻子的赤裸殘酷。埃莉諾對此一無所知，他只感覺到某種不對勁。胸口升起一種奇怪的壓迫感，仿佛本能在警告他應該離開。他挪動重心，想着走向大廳另一端，但懷孕帶來的沉重讓他的動作緩慢而謹慎。他的下背痠痛，雙腳隱隱作痛。他感到一種從未預料過的脆弱。更多的貴賓到場，使所有人的注意力轉向入口。瑪格麗特暫時柔化了神情，假裝自己端莊大方。她用一抹過於完美、顯得虛假的笑容掩飾自己的輕蔑。任何向她問候的人都不會懷疑她正在策劃一場公開羞辱。撒布麗娜利用這分心的時機給維克多發短信，快到時間了。維克多讀完短信，放下酒杯，毫無言語地離開埃莉諾。他重新走向撒布麗娜，仿佛被無形的線牽引着。他的拋棄讓埃莉諾的胃部狠狠一縮。他把手放在腹部，嬰兒以有力的一腳回應他升高的壓力。他輕聲對腹中的孩子耳語安慰，儘管他自己幾乎都不相信那些話。努力穩住呼吸時，埃莉諾微微轉身，尋找賓客圈中的一個出口。也許他能悄悄離開片刻，重新控制情緒。但他剛一移動，瑪格麗特便擋在他面前，假裝關心卻滿日勝利的神情凝固在臉上。小心，別走太遠，別人可能會以為你在鬧事。瑪格麗特說。利亞姆看見這一幕，立刻向前走了幾步。他想幫助埃莉諾，但瑪格麗特投來一個警告的眼神，使他猶豫。她是百萬富翁的母親，在任何場合都擁有影響力。然而，她仍停在附近，不願完全放棄埃莉諾。在舞廳中央附近，撒布麗娜舉着她的酒杯，開始以算計好的緩慢步伐朝埃莉諾走去。她對賓客們露出微笑。她經過他們身邊時，仿佛只是享受着這個夜晚，但她的目光從未離開埃莉諾，哪怕一秒。
埃莉諾感到喉嚨發緊，他的每一個本能都在尖叫着讓他撤離，但左右兩側都被阻擋。優雅的禮服、擦得發亮的皮鞋和成群交談的賓客形成一道。他沒有退路，他的呼吸變得急促。在他們頭頂上方，一台安保攝像機移動了位置。丹尼爾重新調轉鏡頭，以拍下薩布麗娜正逼近的區域。攝像頭輕輕咔嗒一聲，調整焦距，以完美清晰度捕捉每一個細節。隨着薩布麗娜靠近，她高跟鞋輕輕敲擊大理石地面。埃莉諾能感覺到空氣中的失衡，仿佛整個房間都意識到即將發生可怕的事情。埃莉諾捂着肚子，試圖讓自己的呼吸平穩下來。他在房間裏尋找維克多，希望他能注意到他的痛苦，但他站在幾英尺外，待在薩布麗娜空着的位置旁。他沒有看向自己的妻子，他沒有察覺危險，他並不在乎。薩布麗娜在距離埃莉諾只有幾英寸的地方停下，那杯紅酒在水晶吊燈下閃光。埃莉諾咽下口水，身後擁擠的空間讓他連後退一步都不能。房間裏的緊張更深了，附近的一些賓客察覺到爭執跡象，放慢了交談。埃莉諾的心跳在耳邊回響，薩布麗娜的手微微傾動酒杯，酒液隨之晃動。丹尼爾最後一次調整鏡頭，所有東西都已就位，一切都將被記錄下來。當薩布麗娜走近時，埃莉諾感到房間在移動，那件紅裙像火焰般在賓客之間劃過。短暫的瞬間，埃莉諾還希望薩布麗娜只是路過，他希望薩布麗娜會停在別人身旁，但薩布麗娜直接停在他面前，抬起下巴，以一種戲劇化的方式，仿佛想讓所有人的目光都轉向他們。你看起來累壞了，也許你該回家休息一下。薩布麗娜抬高音量，讓附近的賓客都聽見，語氣表面甜蜜，卻空洞無物。那是帶着毒性的聲音，注定迅速蔓延。瑪格麗特走到薩布麗娜身旁，她把手輕輕放在自己胸前，假裝關心。是的，你確實看起來不太好，親愛的。以你現在的狀況，這一切對你來說可能太累了。他的眼睛閃着虛偽的同情。他確保周圍的賓客看到他像是講理的人，而埃莉諾顯得脆弱。埃莉諾穩住呼吸，他知道爭辯只會讓情況更糟。他強迫自己露出禮貌的微笑。我沒事，我只是想好好享受今晚。薩布麗娜微微歪頭，嘴角揚起一抹根本不屬於禮貌場合的笑意。他緩慢而刻意地抬起那杯紅酒，深紅色的液體映照着吊燈的光。埃莉諾感覺到不對勁，但還未來得及反應，薩布麗娜的笑容突然擴大。她手腕一抖，迅速而狠厲，酒液從杯中飛出，溫熱的液體在埃莉諾臉上炸開。那最短暫的瞬間，時間仿佛凍結。那感覺壓倒一切，酒液又黏又冷，貼着他的皮膚往下滑，流進他的頭髮，順着脖子往下，滲進他淺藍色禮服的布料。那件他精心挑選，為了顯得平靜優雅的美麗禮服，此刻被紅色染污，仿佛有人把羞辱直接塗抹在他的身上。舞廳裏響起一陣倒吸氣聲，一位賓客尖叫。幾個人捂住嘴，仿佛他們目睹了一樁罪行。交談停下，音樂變成遠處的嗡鳴，被低語和震驚淹沒。瑪格麗特的反應立刻到來，她雙手合十，假裝驚慌。天哪！她把酒全灑自己身上了，
撒布麗娜誇張地將空着的那隻手捂在嘴邊。我好抱歉，我的手滑了，我不是故意的。他語氣中的虛偽毫無疑問，他甚至沒有試圖掩飾眼中閃爍的愉悅。埃莉諾站在原地，無法正常呼吸，紅酒刺痛他的眼睛，淚水與順着他臉頰流下的酒液混在一起，形成細細的紅色痕跡。他感到羞辱、暴露、徹底孤立。他的喉嚨緊縮，仿佛吞下了鋒利的東西。嬰兒在他腹中用力踢了一下，突如其來的衝擊讓他身體前傾，他的平衡搖晃。他的手本能地抓住自己的肚子，他努力站穩，但膝蓋卻發軟。房間似乎變小，幾乎令人窒息。離他只有幾英尺遠的地方，維克多目睹了一切。他的表情無法讀懂。他沒有向妻子邁出一步，他沒有伸手，沒有喊叫，沒有質疑剛剛發生的事。他紋絲不動，仿佛這場羞辱的場面只是微不足道的麻煩。在安保室內，丹尼爾再次調整焦距，攝像機完美地對準埃莉諾、撒布麗娜、瑪格麗特和維克多。襲擊的每個細節都被記錄下來。每個表情，每個冷笑，每一滴淚水，他知道這些錄像會很重要，但此刻他能做的只有看着這殘忍的一幕繼續展開。利亞姆衝向前，擠過人群，但維克多抬手擋住他。他沒事，不要反應過度。他的聲音平滑卻冰冷，帶着警告意味。利亞姆猶豫。他不能冒着丟掉工作的風險。然而，他的眼睛仍緊盯着埃莉諾，默默地、無聲地祈求他能安然無恙。在他們周圍，手機開始舉起，賓客們或偷偷或公然地拍攝這一幕。有些人帶着好奇低聲議論，有些人顯得不自在。還有少數人似乎因能捕捉到這樣的戲劇而興奮。每個鏡頭都拍下了撒布麗娜在潑出紅酒後露出的得意笑容。每段錄影都保留了瑪格麗特轉過臉去隱藏滿足笑意的瞬間。撒布麗娜毫不掩飾自己的勝利，她挺立着，帶着勝利者的表情。那是一個等待已久並完美執行自己計劃的人才會有的神情。他認為自己贏了，他認為埃莉諾被逼到了邊緣，隨時會崩潰。埃莉諾感到世界在旋轉，背叛比酒液更重地擊中他，皮膚上的刺痛遠不及胸口的刺痛。他感到因懷着孩子而被嘲笑的痛苦。她感到看着丈夫選擇他人的痛苦，她感到一種摧毀性的醒悟，她身邊無人。在這一刻，她的雙腿發抖，呼吸急速而短促，她的手臂本能地環住腹部，試圖保護腹中孩子免受席捲全身的壓力。燈光變得模糊，竊語聲變得更大，閃耀的舞廳仿佛成了牢籠。聖誕舞會的氛圍瞬間改變，溫暖消失了，笑聲消失了，連音樂都變得不對勁，仿佛連樂器本身都察覺到空氣中彌漫的殘酷。在這混亂之上，在俯瞰舞廳的陽台上，一個身影一動不動地站着，他的手緊握欄杆，力度之大是指關節變白。緊咬的下顎中燃燒着比燈光更熾烈的怒火。他就是埃莉諾以為已經永遠拋棄了他的人，他是他以為早已不再擁有的父親。他看着女兒在羞辱中顫抖，他看着紅酒滴落在大理石地面上，他看着維克多站在一旁，連手指都不抬一下。他看着這一切。而他眼中的怒火隨着每一秒越加深沉。
在舞廳的混亂之上，陽台上的男人僵立不動。吊燈的油光灑在他的臉上，剛好足以顯露他眼中燃燒的 unmistakable 的怒意。他是亞歷山大·哈特·埃利諾以為已經從他生命中永遠消失的父親。多年來，他一直告訴自己他不再在乎。他從未想過他會在這裏看着他尊嚴破碎的確切瞬間。他目睹了羞辱的每一秒。他看到紅酒濺在他的裙子上。他看到撒布麗娜那沒得意的冷笑。他看到瑪格麗特假裝關心，卻暗中添油加火。他看到維克多冷冷地旁觀自己懷孕的妻子，卻連伸手保護一下都沒有。亞歷山大的下顎繃緊，他的呼吸變得更沉。這個原本充滿節日氣氛的舞廳，現在在他眼中像一片戰場，而他的女兒正孤立無援地站在那裏，滿身傷痕。樓下的安保室裏，丹尼爾迅速接起電話。亞歷山大的聲音透過線路，帶着絕對的命令意味。現在保護他，丹尼爾毫不猶豫。他立即通過耳機向最近的工作人員發出指令。利亞姆收到信號，立刻走向埃利諾。他輕輕將一塊乾淨的白布披在他肩上，以遮住浸透紅酒的禮服。他的表情滿是擔憂。他不知道事情的全貌，但他知道埃利諾需要有人站在他這邊。維克多擋在他們面前。他沒有幫助妻子，反而露出惱怒的神情。看看你做了什麼？你鬧出這麼大動靜，你應該更小心。他的語氣尖銳。他顯然更在意外表，而不是站在他面前正戰鬥的女人。埃利諾的聲音破碎了，淚水沿着臉頰滑落。他低聲說：我什麼都沒做。我沒有灑酒，是他扔向我的。他聲音中的痛苦比舞廳裏的任何音樂都清晰刺耳。撒布麗娜走上前，擺出無辜的姿態。他辦到了。我幾乎沒動手。他的謊言毫不心虛，以甜膩的語氣說出，仿佛足以讓任何懷疑他的人失去判斷。瑪格麗特抱起雙臂，誇張地嘆氣。我早就說過了，他不適合我們家。他承受壓力的能力很差，連簡單的聖誕派對都控制不了自己。這句話的殘忍足以刺穿整個房間。在埃利諾開口之前，舞台附近的麥克風突然響起清脆的卡聲，有人啟動了音響系統。一個強大的聲音在大廳每個角落回蕩。夠了！這一句切斷了所有喧鬧，交談瞬間停止。樂手放下了樂器，賓客們像被引力拉動般齊擦擦看向陽台。混亂在一秒內變成寂靜。宏偉樓梯的頂部，亞歷山大走入眾人的視野。他看起來冷靜而凜然。他一出現，全場的注意力便被他掌控。他一手扶着欄杆，目光掃過人群。舞廳裏的每一個人都感受到了那道目光的重量。維克多的臉瞬間失了血色，他的嘴微微張開。哈特先生，他的聲音顫抖。這個名字想起來像震驚，這是他最不可能想到會出現的人。亞歷山大以穩重而自信的步伐走下樓梯。每一步都控制得完美，他的皮鞋敲擊大理石地面的聲音，在安靜的大廳裏像緩慢而沉穩的鼓點。瑪格麗特下意識地後退，他的心跳在耳邊轟鳴，他完全無法理解事態為何變成這樣。撒布麗娜的笑容消失，那是他今晚第一次露出恐懼。賓客們自動讓出一條道路。方向正是通往埃利諾。亞歷山大毫不偏移地穿過這條通道。
他的注意力沒有絲毫動搖，每一步都承載着多年缺席的重量和瞬間被重新點燃的父愛之火。埃莉諾看着他走來，眼中滿是不敢置信。他屏住呼吸，嘴唇微微張開，淚水再次衝出，但這一次是因為完全不同的情緒。他的心在胸腔裡劇烈跳動。他看起來與他記憶中的模樣一模一樣，卻又遙遠得仿佛是從黑暗中走出的記憶。當他走到他面前時，他在距離他僅幾英寸外停下。他凝視着他被紅酒染污的禮服，他顫抖的雙手，他淚水打濕的臉龐。他的表情以只有父親才能展現的方式柔和下來。他眼中的痛苦與他的如出一轍。爸爸，這個詞從埃莉諾嘴裡以脆弱的耳語溢出。他並不真實。他花了多年時間堅信自己永遠不會再說這個詞。亞歷山大抬起手，像是想觸碰他的臉頰，卻在半途中停住。他的聲音低沉：我的女兒，這幾個字承載着他們之間失去的所有歲月。他的手終於落在他的肩上。那份溫柔讓埃莉諾立刻哭出聲來。他轉向人群，挺直身姿，讓自己的聲音以冷靜的威嚴充滿整個舞廳。站在這裡的這位孕婦是我的女兒。大廳裡爆發出倒吸氣聲，反應迅速而猛烈，震驚像波浪一樣從房間一端席捲到另一端。有些賓客捂住嘴巴，有些瘋狂低語，還有人難以置信地後退一步。瑪格麗特差點跌倒，薩布麗娜的臉瞬間變得蒼白。維克多看起來像是肺裡的空氣被人一拳打空。沒有人曾想過，他們嘲笑的這個女人竟是這座城市最有權勢的男人之一的女兒。埃莉諾微微搖晃，被這一真相壓得幾乎站不住腳。在他最需要的時刻，父親出現的情緒重量幾乎令他雙膝發軟。亞歷山大將手放在他背上穩住他。那一夜裡，他第一次不再感到孤單。當亞歷山大的宣告在空氣中落定，埃莉諾崩潰了。他的鎮定瓦解成最赤裸的情緒，他撲向父親的胸口，毫無保留地哭泣。他的抽泣震動了整個身體。他強撐太久了，而現在他躺在那個他曾以為永遠失去的男人懷裡，所有被掩埋的情感衝了上來。亞歷山大緊緊抱住他，仿佛一鬆手他就會再次消失。他脫下外套披在他肩上，厚重的布料帶着淡淡的雪松香與冬日冷意。他將外套包緊他的身體，既遮住沾滿冷酒的禮服，也擋住那些仍盯着他的人。他的下顎因為怒意而繃緊。維克多上前，企圖重新掌控局面。哈特先生，請你冷靜，你誤會了，這是個意外。埃莉諾今晚太情緒化了。他，亞歷山大猛然抬手打斷了他。我全都看見了。他的聲音不大，卻足以令整個舞廳噤聲。沒有留給任何借口的空間，沒有容納欺騙的餘地。薩布麗娜覺得腿一軟，她握着空酒杯的手在發抖。她臉上血色盡失。她非常清楚亞歷山大·哈特是誰，光是想到要面對他的審判，就足以讓恐慌傳遍他全身。瑪格麗特上前，試圖以虛假的笑容圓場，真的只是個小誤會。節日期間情緒難免激動，埃莉諾可能是滑了一下，或者亞歷山大將目光投向他，鋒利而堅定。你是故意羞辱我的女兒，他的語氣帶着一個建立帝國的男人所擁有的威勢。瑪格麗特僵住，房間像在他周圍縮小。
他那勉強維持的笑容消失得比出現還快。在他們四周，風向開始轉變。那些先前竊竊私語的賓客，現在彼此交換着滿含同情的目光。有些人甚至向前邁出一步，像是默默提供支持。前排的一位女士舉起手機，我們有證據，她大聲說，一切都被錄下來了。全部。維克多猛然轉向她，臉上燃起怒火，立刻把手機關掉。這是私人活動，他伸手去找手機，但那位賓客迅速收回。亞歷山大往前一步，擋在他們之間。他的存在本身就是警告。你再敢碰任何人，你會後悔。他的聲音因克制的憤怒而微顫。維克多緩緩放下手。突然間，埃莉諾把手按在肚子上，他的呼吸急促，胸口與肋骨間開始出現緊繃感，壓力與驚嚇正在逼迫他的身體。他的雙膝搖晃，亞歷山大立刻察覺到他狀態的變化，去叫醫生，他命令道。利亞姆衝到埃莉諾身旁，他遞給他水。並輕輕引導他在舞廳邊緣的一條軟墊長凳上坐下。他緊緊抓着披在肩上的外套，努力讓呼吸平穩下來。他的目光帶着恐懼與如釋重負交織的情緒，快速落在父親身上。丹尼爾匆忙穿過人群出現，他的表情緊繃。先生，視頻已經在網上擴散了，他說。人們正在到處發布，多個平台上都有了。我不，薩布麗娜發出哽咽的聲音。不可能，不可能！他的聲音在顫抖，恐慌衝上他心頭。他能想象得到後果。他的魅力形象，他的社會影響力，他與維克多的關係，一切都在實時崩塌。瑪格麗特後退一步，又一步。他掃視房間，尋找逃跑路線。壓力正向他壓來。他想在事態惡化之前消失，但在場所有人的目光都緊緊盯着他，使他感到走投無路。亞歷山大再次抬起手，任何人都不准離開。他說，他的語氣不容反駁。直到警方到達，賓客們交換着不安的眼神。但沒有人敢挑戰他。幾個人主動走向大門，形成一道屏障。他們肩並肩站立，默默同意阻止任何逃離的企圖。氣氛從優雅的慶典轉為義憤與緊繃。埃莉諾抬頭望向父親，淚水掛在睫毛上。他顫抖的手伸向他，他跪下來，降低身子與他對視。他的聲音破碎成一聲脆弱的耳語，我以為你永遠離開我了。亞歷山大的神情柔和下來，儘管他的眼中仍閃過一絲痛意。他輕輕握住他的手，我從未停止當你的父親。這些話像最後一塊慰藉般包裹着他。多年來，他一直說服自己，他不再在乎。他獨自背負着被遺棄的重量。而現在，他就在這裏保護他，為他挺身而出，擋在幾乎壓垮他的殘酷面前。他閉上眼睛，靠向他的觸碰。舞廳仍在悄然變化着，緊繃與舌語交織，但在那短暫的瞬間，他感到安全。他的存在讓他顫抖的身體穩住。亞歷山大一隻手扶在他肩上，另一隻被他緊緊握着。他低聲說了只有他能聽見的話。他緩緩點頭，讓真相在心中安定。周圍的房間仍舊封閉着，恐懼與憤怒在空氣中翻滾。薩布麗娜的呼吸變得急促。瑪格麗特不安地擺弄着手提包的扣子。維克多焦躁地踱着步，但沒人敢打擾父女之間這短暫的時刻。埃莉諾輕輕把頭靠在亞歷山大身上。
那一夜裏第一次，他的淚水中出現了除痛苦之外的情緒，微弱而脆弱的希望。弗羅斯特福爾大廳的氛圍再次發生變化。當入口附近沉重的木門被推開時，冬日的冷風吹入，制服警察踏入宏偉的門廳。他們的到來帶着一種本能讓人退後的沉重大氣。背景中的輕音樂停頓，樂手放下樂器，交談聲溶解為緊張的低語。亞歷山大站在埃莉諾身旁，挺拔、冷靜，完全掌控局面。是他親自叫來的警方，現在他們來執行他知道必須發生的事情。警官們走向舞廳中央，他們的腳步在大理石上回響。賓客自動讓開，形成一條清晰的通路。維克多瞬間僵住，他的目光在警察與被封鎖的出口間飛快跳動，恐慌從他臉上一閃而過。他向前一步，試圖繞過人群，仿佛能在任何人注意之前悄然離開。一名警官立刻攔住他：先生，請留在原地。維克多瞪着他：我要出去，我有重要的商務電話。警官搖頭：任何人都不准離開。他身後，薩布麗娜明顯地顫抖，他像受驚的孩子一樣抓住瑪格麗特的禮服背部，他的呼吸急促而不均。瑪格麗特微微側身，試圖為薩布麗娜擋一下，但他自己的姿態也暴露了緊張。亞歷山大上前一步：警官，請查看安保錄像。他的聲音沒有留給猶豫的空間。丹尼爾拿着平板與移動硬盤趕來，所有東西都在這裏，他說，語氣尊敬而急迫。他把設備交給最近的警官，警方迅速查看錄像，他們的眉頭皺起，表情隨每一秒錄像揭露的殘酷而變化。其中一人重重呼出一口氣，這不是社交意外，這是蓄意行為。這句話沉重而決定性，在房間裏回蕩。薩布麗娜的臉瞬間崩塌，她的手捂住嘴。我不是故意的，我發誓我不是故意的，她哀求着，聲音因絕望而破裂。警官轉向他，錄像顯示情況並非如此。他的雙腿一軟，伸手去找維克多尋求依靠。他冷漠地甩開手臂，他不願被他拖下水。他的臉因羞辱與恐慌而僵住。維克多再次上前，抱起雙臂：你們無權進入私人領地，你們不能就。亞歷山大不直站起身來。利亞姆衝到埃莉諾身旁，他遞給他水，並輕輕引導他在舞廳邊緣的一條帶軟墊的長凳上坐下。他緊緊抓住披在肩上的外套，努力讓呼吸平穩下來。他的目光在恐懼與歡慰之間來回閃動，落在父親身上。丹尼爾迅速穿過人群出現，表情緊繃。先生，視頻已經在網上擴散了，他說，人們正在到處發布，多個平台上都有。我不，薩布麗娜發出被扼住般的聲音，不可能，不可能。他的聲音顫抖，恐慌在他體內衝起。他能想象到後果，他的魅力形象，他的影響力，他和維克多的關係，一切都在實時崩塌。瑪格麗特後退一步又一步，他掃視整個房間，尋找逃跑路線。壓力向他收緊，他想在局勢變得更糟之前消失，但人群的目光緊緊跟隨他的每個動作。他感到被逼到絕境。亞歷山大再次抬手，任何人不得離開，他說。他的語氣是最終裁決。直到當局到達，賓客們交換着不安的眼神，但無人敢挑戰他。幾個人向大門移動，形成一道屏障。他們肩並肩站立，
默默同意阻止任何逃跑的企圖。氣氛從優雅的慶典轉化為充滿正義緊張的對峙。埃莉諾抬頭望着父親，淚水掛在睫毛上。他顫抖的手伸向他，他跪下來與他平視。他的聲音破碎成一聲脆弱的耳語：我以為你永遠離開我了。亞歷山大的表情柔和下來，儘管他的眼中仍閃過痛意。他輕輕握住他的手：我從未停止做你的父親。這些話像最後的慰藉包圍着他。多年來，他一直說服自己他不再在乎。他獨自背負着被遺棄的重量，而現在他就在這裏保護他，為他顫抖，擋在將他幾乎壓垮的殘酷面前。他閉上眼睛，靠向他的觸碰。舞廳仍在緊繃與竊語中變化，但在那短暫的瞬間，他感到安全。他的存在穩住了他顫抖的身體。亞歷山大一隻手扶着他的肩，另一隻手被他緊緊握着。他低聲說了只有他能聽見的話。他緩緩點頭，讓真相在心中沉澱。周圍的房間仍然封閉着，恐懼與憤怒在空氣中翻滾。撒布麗娜的呼吸變淺，瑪格麗特緊張地擺弄着手提包的扣子。維克多焦躁地踱步，但沒有人敢打擾父女之間這一刻。埃莉諾輕輕把頭靠在亞歷山大身上。那一夜第一次，他的淚水不僅僅承載痛苦，他們承載着脆弱的希望萌芽。弗羅斯特福爾大廳的氣氛再次改變。當入口附近沉重的木門被推開時，冬日的冷風吹入，身着制服的警察走進宏偉的門廳。他們的出現帶着讓賓客本能退後的莊嚴。背景中的輕音樂微弱下來，樂手放下樂器，交談聲溶解成緊張的低語。亞歷山大站在埃莉諾身旁，姿態穩重、威嚴，完全掌控局勢。是他親自叫來的警方，現在他們來執行他知道必須進行的事。警員們走向舞廳中央，他們的腳步聲在大理石地面上回蕩。賓客們自動讓開，形成通路。維克多立刻僵住，他的目光在警察與被擋住的出口間來回跳動，恐慌從他臉上一閃而過。他向前一步，試圖繞過人群，仿佛可以在沒人注意時流走。一名警官迅速攔住他：先生，請留在原地。維克多怒視他：我要出去，我有重要的商務電話。警官搖頭：任何人不得離開。他身後，撒布麗娜明顯地顫抖，他像受驚的孩子一樣抓住瑪格麗特禮服的背部，呼吸急促不均。瑪格麗特微微轉身，為撒布麗娜擋一下，但她自己的姿態也暴露出緊張。亞歷山大向前一步：警官，請查看監控錄像。他的聲音毋庸置疑。丹尼爾拿着平板與移動硬盤趕來，所有資料都在這裏。他說，語氣尊敬而急迫。他將設備直接遞給最近的警官。警方迅速查看錄像，他們的眉頭收緊，隨着每一秒畫面揭露的殘酷，表情不斷變化。其中一人重重呼出一口氣，這不是社交意外，這是蓄意行為。這句話沉重而終結性，在房間裏回蕩。撒布麗娜的臉瞬間崩塌，她捂住嘴：我不是故意的，我發誓不是故意的。她哀求着，聲音因絕望而破裂。警官轉向他，錄像顯示完全相反，他的雙腿發軟，伸手去找維克多尋求依靠。他冷漠地甩開手臂，他不想被他拖下水。他的臉因羞辱與恐慌而僵住。維克多再次向前，抱起雙臂：你們無權進入私人領地。
你們不能就。亞歷山大挺直身軀，他的表情陰沉、安靜，他的聲音像重石般擊打空氣。這是我的家。毋庸置疑，一陣震驚的波動在人群中掠過，倒吸氣聲和低聲驚呼充滿整個房間。他的家，他擁有這個地方。一名女子低聲說：他是主人。另一人補充。這一揭露讓瑪格麗特震驚不已，他雙唇微張，難以置信地盯着他。你是這座莊園的主人？他的聲音顫抖，臉色慘白。亞歷山大直視他。是，這個字比任何爭論都更具衝擊力。他的脊背僵硬，他慢慢意識到自己竟在主人的家中羞辱、嘲笑、折磨了主人的女兒。警官們走向撒布麗娜。你需要跟我們走一趟做筆錄。撒布麗娜瘋狂搖頭。不，求你們不要這樣，不要這樣。他的聲音充滿恐懼。他再次抓住維克多的袖子，但他甩開他的手。我說了，別碰我，他厲聲道。他的拒絕讓他孤零零地站在那裡發抖。埃莉諾沉重地呼出一口氣，捂住肚子。今晚的緊張、震驚與恐懼已耗盡了他的力量。他的呼吸越發困難。亞歷山大立即轉向他。你還好嗎？他問。他虛弱地搖頭。利亞姆上前一步，臉上寫滿擔憂。他需要坐下。他的呼吸不穩定。他扶埃莉諾回到之前坐過的椅子上，並將一隻手扶在他背後，又遞上一杯水。警官開始與丹尼爾交談，以確認錄像的細節。丹尼爾保持冷靜，快速回答問題，同時留意着周圍混亂的局面。撒布麗娜在警官帶走他時繼續抽泣。瑪格麗特僵立不動，他按住額頭，試圖恢復控制，但眼中的恐慌暴露了他精心偽裝的鎮定。冷空氣隨着門口堆積的雪不斷灌入舞廳。賓客們望向入口，白色雪花隨風飄入敞開的門。冬季風暴似乎越發猛烈，在大廳裡投下蒼白的光。亞歷山大再次用穩固的手臂環住埃莉諾的肩膀，把他送去醫療區。他堅定地指示他需要休息和立即監測。利亞姆點頭，準備小心移動他。丹尼爾加入他們，確保沒有人阻擋他們的道路。高大的窗外，雪越落越密，外面的寧靜與內部的動盪形成強烈對比，也讓大廳中的緊張更加明顯。警官們結束了對錄像的查看，他們繼續與工作人員交談，盡可能收集所有信息。他們的表情沒有一個輕重，錄像中展現的真相沉重地壓在每一個在場之人的心上。這個以燈光、笑聲與節日氣氛開始的夜晚，已經變成一場清算。當門在警官身後關閉，冷風被阻擋時，留下的寂靜比寒風更冷。這種緊張已與裝飾和音樂無關，它存在於弗羅斯特福爾大廳每一個人的呼吸之中。弗羅斯特福爾大廳的醫療區安靜、溫暖，燈光柔和。埃莉諾躺在一張帶軟墊的檢查床上，而亞歷山大安排的私人醫生正準備設備。舞廳的混亂與這裡的平靜反差如此強烈，以至於埃莉諾感到恍惚。他的眼睛因哭泣而通紅，呼吸斷斷續續。醫生輕輕握住他的手腕。我們先檢查一下寶寶的情況，他溫柔地說。他將聽診器貼在他的腹部，認真傾聽。房間裡響起微弱有節奏的聲音，心率偏高。他指出，可能是因為壓力。我們需要讓他冷靜下來。亞歷山大站在埃莉諾身旁，緊緊握着他的手。
他的拇指在他的指節上規律地輕撫，給他安慰。你現在安全了，他低語，沒人會再傷害你。埃莉諾的眼中再次衝出淚水。他把所有苦痛藏了太久，一直以為自己再也沒有可以依靠的人。當他看向父親的那一刻，情感終於決堤。爸爸，他抽泣着說，他們已經傷害我好幾個月了。維克多、瑪格麗特、撒布麗娜，我試圖維持這段婚姻，我努力了，但他們把我當成累贅。今晚是最糟的，我以為我要倒下了，我無法呼吸，我以為我要失去孩子。亞歷山大握緊他的手，他的聲音在克制中微微顫抖。我應該更早來，我絕不該讓你獨自面對這些。他低下頭，悔意籠罩着他的神情。我讓你失望了，埃莉諾。他虛弱地搖頭。你現在在這裏，這就是我所需要的。與此同時，在醫療區外走廊裏傳來高聲爭執。維克多站在警官駐守的交叉口附近，臉因憤怒而漲紅。你們不能阻止我見我的妻子，他吼道，太荒謬了。我有權跟他說話。高級警官堅定地搖頭。你留在原地，不要再讓情況惡化。撒布麗娜蜷縮在角落，仍在發抖。他對另一名警官爭辯：我要打電話給我的律師，我要我的手機，這太不公平了。你們不能這樣對我。瑪格麗特在他身旁徘徊，試圖維持貴婦般的外表。警官，我們完全可以解決這件事，沒有必要升級。這只是女人之間的小誤會，僅此而已。警官毫不動搖，證據並不支持這一點。丹尼爾快步走來，表情緊繃。先生，他對亞歷山大說，媒體已經到前門了。記者、攝影師，他們看見了警車。消息正在迅速擴散。亞歷山大的神情立刻變得堅硬。不准任何人對他們發表任何言論，絕對不准任何人發聲。明白，先生。丹尼爾點頭。我已經在入口安排了安保。利亞姆繼續留在醫療區內。他站在門口，雙臂交叉，隨時準備阻止任何未經允許的人試圖進入。他的目光不時掠向埃莉諾，確保他保持平靜與安全。在走廊裏，維克多再次試圖強行往前衝。我要見他，他吼道，你們不准攔我，她是我老婆。這可不是重點。亞歷山大從醫療區內走出，以冷酷、鋒利的目光鎖定維克多。你從未把她當作妻子。他的聲音裏沒有憤怒，只有審判，只有事實。維克多張口想反駁，但話還沒出來，便在亞歷山大逼人的氣勢面前徹底熄火。他突然覺得自己渺小而無力，站在一個同時散發權威與父愛怒火的男人面前。撒布麗娜被押往旁邊的房間，一名警官拿着錄音器與調查表陪同。他回頭用哀 pleading 的眼神看向維克多，但他避開他的視線並後退一步。他逐漸意識到，他已在這場風暴裏孤身一人。瑪格麗特拿出手機，顫抖着按下一串號碼。他的聲音隨着與各路社交圈聯繫人通話而變得越發慌亂。你認識我？你認識我們家族？你知道維克多對我們社區意味着什麼？請幫幫我們，事情正在失控，我們需要支持，我們需要影響力。但每打一通電話，他的聲音就越發緊繃。關於舞廳裏所發生事情的流言正在迅速擴散，人們不再同情他。他的語氣裏開始夾雜恐懼，他意識到，哪怕是他的社會影響力，
也可能不足以讓他擺脫即將到來的後果。回到醫療區，埃莉諾越發疲憊。巨大的情緒衝擊和整個夜晚的事件已耗盡了他的體力。他眼皮沉重，呼吸緩慢。他再次伸手抓住父親。我累了，他低聲說。休息吧，亞歷山大溫柔地回答。我在這裏。他點點頭，閉上眼睛。片刻之後，他便沉沉睡去，胸口在利亞姆蓋上的溫暖毯子下輕輕起伏。亞歷山大拉過一把椅子，坐在他身旁。他沒有移動，眼中的擔憂一刻也沒有放鬆。他保持警覺，守護着這個他終於找回來的女兒。窗外，雪更密，更急地落下。雪花在外燈的光芒下翻滾，風暴將弗羅斯特福爾大廳染成純白，與廳內的緊張形成鮮明對比。夜晚遠未結束，隨着雪勢加重，一種逼近的衝突感愈發沉重。埃莉諾緩慢醒來，仿佛正穿過層層濃霧。他的眼皮顫動幾下，才完全睜開，看見醫療區溫暖的燈光。有一瞬間，他忘了自己在哪兒，但隨即那晚的所有記憶如海浪般衝回：羞辱、紅酒、父親的聲音、警察的到來。他的呼吸瞬間停住。走廊裏傳來微弱的聲響，最初像模糊的爭吵聲，隨後伴隨急促的腳步聲，越聽越清晰。有人在爭吵，有人在哭泣。門被用力推開又關上，空氣中的緊張刺痛人心。亞歷山大帶着沉穩卻沉重的表情走進房間。埃莉諾一看見他，肩膀便微微放鬆。他走到床邊，輕輕觸碰他的手臂。別害怕，他說，警察正在準備帶他們走。埃莉諾咽了咽口水，聲音微弱顫抖。維克多呢？亞歷山大低頭，又抬起眼看他。他會為他的行為承擔後果。想到維克多即將被逮捕，他胸口一痛。儘管發生了這一切，他內心深處曾經仍相信過這段婚姻有機會存活。現在他終於明白他究竟有多深地辜負了他。他垂下眼睛，緊緊握住父親的手。醫療區外，警官們圍住薩布麗娜，開始宣讀她的權利。薩布麗娜歇斯底里地哭泣，她的哭聲在走廊裏回蕩，乞求憐憫，求你們不要這樣，我不是故意的，有人幫我。維克多，求你。他的聲音因絕望而破裂，但維克多已冇力幫他。兩名警官牢牢抓住他的手臂，將冰冷的手銬扣在他的手腕上。他瘋狂掙扎，放開我！你們不懂。他在撒謊。我什麼都沒做。他的喊叫被周圍的混亂淹沒。瑪格麗特在聽到手銬扣緊的聲音時癱倒在地。不，我的孩子，放過他！他哭喊着，雙手不停發抖。他抓住一名警官的袖子，但對方後退一步。他說的任何話都沒有作用。當他意識到自己徹底失去對局勢的控制時，恐慌吞噬了他的表情。走廊裏的喊叫聲傳入埃莉諾耳中，他的心痛得抽緊。他微微坐起，緊緊抓住胸前的毯子。他的呼吸加快。亞歷山大走近一步。來吧，他低聲說，我會安全地帶你離開。他保護性地摟住他，引導他走向出口。他靠着他，雙腿依然虛弱不穩。當他們一走出房間，嘈雜聲驟然放大。數道相機閃光燈在空氣中爆裂。記者們在看見埃莉諾的瞬間蜂擁而上，話筒從四面八方指向他，聲音在他聽不清也無法處理的問題中交錯。
他被這突如其來的衝擊嚇得一戰，他緊緊貼着父親，完全被壓得喘不過氣。刺眼的燈光讓他眼睛泛淚，人群似乎無窮無盡，他感到窒息。亞歷山大的聲音在混亂中如雷聲般響起，離我女兒遠點，他的語氣不容置疑。記者們本能地後退，仍繼續拍攝和錄像。警官們推着人群後退，為埃莉諾爭取到一些空間。儘管如此，閃光燈和喊叫聲仍令他頭暈。靠近我，亞歷山大說，他的手臂緊環在他肩上。他帶他穿過密集的人群，用自己的身體為他擋住外界。埃莉諾努力低着頭，每一步都沉重，仿佛他正穿過一場由噪音與審判組成的風暴。警官們清出一條通往等候車輛的狹窄通道。埃莉諾聽見身後又有人喊叫：埃莉諾，你必須幫我，求你了，不要讓他們帶走我。是維克多。他在警官的控制下掙扎，他的頭髮凌亂，臉因怒烤而漲紅。埃莉諾，看着我，我是你丈夫，你欠我的，你欠我一個說法。淚水模糊了他的視線，他微微轉頭，卻無法讓自己與他對視。他帶來的傷害如潮水般衝上心頭。他抓緊父親的外套，再次將臉轉向前，一滴淚滑過他的臉頰。薩布麗娜正被押向附近的一輛警車，她的妝已經全部花開，臉上一片狼藉，頭髮糾結成團。她不停搖頭，仿佛否認眼前的現實。不要，不要，求你們，告訴他們我不是故意的。誰來幫幫我？他的哭喊劃破寒冷的夜空氣。警車的藍紅閃光燈照在積雪的地面上，映亮他因恐懼而扭曲的臉龐。隨後警官將他推進車內，車門沉重地關上。四周記者們記錄着每一秒，直播留言從手機屏幕不斷滾過。這混亂正在被傳送給成千上萬，或許數百萬的人。弗羅斯特福爾大廳外的空氣冰冷刺骨，雪花緩緩飄落，落在埃莉諾的頭髮與睫毛上。亞歷山大抱緊他，引導他走向停在走道盡頭的自己的車輛。警官們繼續為他們清路。埃莉諾緊緊抓着他，經歷的一切讓他的步伐沉重。冷風刺痛他的皮膚，但父親臂膀的溫暖使他保持穩定。到車門前，他停了一下，回頭望去。他看見閃爍的燈光、警官、人群以及飄落的雪。然後他看見維克多與薩布麗娜被帶向不同的警車。他心口一緊，但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回到從前的生活。雪越落越厚，把宏偉的入口覆蓋上一層油白。這個夜晚成為混亂與真相的象徵。埃莉諾走進父親的車，依偎在他的胸前，他坐在他身旁。車門輕輕關上，風暴被擋在身後，車輛駛離弗羅斯特福爾大廳，帶着埃莉諾進入父親懷抱的安靜庇護中。聖誕晚會事件的新聞以驚人的速度在網絡上擴散，數小時內，各大社交媒體平台充斥着視頻片段、截圖以及目擊者的描述。傳播最廣的就是薩布麗娜將紅酒潑向埃莉諾的那一幕，她被附上充滿震驚與憤怒的標題，迅速流傳。數百萬人看到她，數千條評論表達憤怒。這件事成了本季討論度最高的醜聞之一。主流新聞網站的標題紛紛炸裂：懷孕女子在精英聖誕舞會遭受羞辱，名媛襲擊孕婦震驚全場，企業繼承人妻遭惡意攻擊。每個標題都將事件推向更大的公眾審視。
晨間節目進行討論，小組辯論上流社會的責任問題。媒體世界的每個角落都在談論同一件事。維克多的聲譽幾乎瞬間崩塌。他曾被視為年輕有為的商界新星，現在他的名字卻與嘲笑、憤怒與失望綁定。文章質疑他的品格，評論員批評他在妻子遭受攻擊時那副冷漠的表情。投資者撤資，海爾集團的股價下跌，多家合作夥伴發表聲明譴責視頻中所見的行為。餘波同樣落在薩布麗娜身上，他的社交媒體頁面被憤怒評論淹沒，有人稱他殘忍，有人要求法律制裁。網絡上流傳着將他的紅裙比作血跡的梗圖。潑酒視頻在24小時內突破數百萬觀看。他試圖發布聲明，聲稱那是意外，幾乎無人相信。在這一切中，亞歷山大選擇沉默。他拒絕採訪，不發布任何公開聲明。他留在埃莉諾身邊，讓事實自己說話。他的沉默反而讓他顯得更有尊嚴。許多人在網上稱讚他保護女兒，而不是加入媒體喧囂。接下來的一天，埃莉諾大部分時間都在休息。醫生再次檢查，確認他身體穩定，但經歷了極度壓力。寶寶的心跳恢復正常節律。診斷結果是因震驚導致的情緒性疲憊。他留在亞歷山大的家中，被溫暖的毯子裹着，周圍是草本茶的香氣和壁爐低沉的啪聲。下午稍晚時，埃莉諾與父親並肩坐在他私人書房的長沙發上。房間裏排列着高高的舊書架，裝飾着他多年未見的家族照片。壁爐的柔和光芒照亮了他們的臉龐。這是他們自昨晚以來分享的第一個平靜時刻。埃莉諾低頭看着自己的手，才開口說話：你為雜魔離開。他的聲音顫抖。這個問題他在心裏埋藏了太久太久，如今他需要真相。亞歷山大閉上眼，只持續了片刻。他微微向後靠去，仿佛記憶的重量正沉沉壓在他身上。我不想在我失去一切時讓你看到我，他說。我不想讓你在我崩潰時長大。他的聲音柔和下來。我以為離開能保護你。埃莉諾感到淚水再次聚集。我以為你恨我。我以為是我做錯了雜魔。亞歷山大伸手輕輕握住他的手。從來沒有。我從未停止愛你。我從未停止想回來。我只是希望你能在沒有看到我最糟的一面的情況下長大。他們之間的情感距離在這一刻消失了。埃莉諾靠向他，淚水無聲滑下。他感到釋懷，也感到心碎。他感到一處傷口正被允許癒合，重新變得完整。外面，媒體壓力繼續加劇。記者要求採取行動。社論呼籲追究責任。警方收到數百條信息敦促他們提起指控。作為回應，當局宣布展開調查。進展迅速。薩布麗娜被指控為攻擊罪。視頻證據壓倒性強大。他昔日的光鮮形象無法保護他。公眾緊盯着他逐漸崩塌的名聲。他從警局走出。眼睛腫脹，低着頭的照片在各大新聞平台流傳。維克多同樣面臨指控，他在事件中的行為被歸類為煽動與共謀。錄像顯示，他在場助長羞辱氣氛，並阻止他人幫助埃莉諾。他沒有親手潑酒，但他心甘情願地袖手旁觀。法律對此也讓他承擔責任。瑪格麗特也很快被納入調查。多個證人告訴警方，他曾對埃莉諾發出威脅。信息被查出。
舞會當晚，他的言論被審查。他企圖把殘忍偽裝成關心的行為被徹底揭開。他的社交關係也無法再保護他。海爾集團的律師努力試圖減少損害。他們發佈聲明稱事件被誤解，聲稱病毒視頻缺乏上下文，試圖強調公司不應為家庭衝突買單。但這些努力失敗了。公眾信任已經消失，公司聲譽受到連續衝擊。第二天早上，埃莉諾安靜地做出了決定。他要把所有事情都告訴警方，每一句侮辱，每一次操縱，每一個他在婚姻中承受的惡意。他欠自己和孩子一個真相。亞歷山大陪他來到警局，他的存在穩如磐石。他緊握他的手，當他簽署書面報告時，他給予溫柔的力量。不尖劃過紙張的聲音像是一個章節終於結束。當他們走出警局時，記者們在隔離欄後等待。閃光燈不斷亮起，一條新聞標題在人群中傳開：聽證會定於明天早晨舉行。埃莉諾抬起下巴，他的父親站在他身旁。冷風拂過他的臉頰，真相終於正在走向正義。清晨悄然降臨城市，但法院在日出之前早已被期待感填滿。霜附着在窗上，人行道覆着一層薄薄的雪，在淺光下閃閃發亮。記者、攝影師、新聞車擠滿法院正門外。所有人都在等待整整一天佔據頭條的聽證會。在駛向法院的黑色汽車裏，埃莉諾坐在父親身旁。他穿着一件長款奶油色外套，襯托着他輕微隆起的腹部。他的頭髮柔順地垂落在肩後。他雙手放在膝上，慢慢呼吸，積聚力量。亞歷山大靜靜地帶着該傲看着他。你已經準備好了，他說。他點頭。他緊張，但不再害怕。當他們下車時，閃光燈立即亮起。記者們舉着麥克風衝上前，相機快速連拍，各種提問聲混在一起，幾乎聽不清。埃莉諾微微低着頭，緊挨着父親向法院台階走去。亞歷山大在他背上放了一隻穩重的手。進入大樓後，安保人員帶他們通過金屬探測器，進入通往法庭的寬闊走廊。裏面的氣氛緊繃，人們低聲交談。長椅上已經坐了半數提前到場的旁聽者。薩布麗娜最先被帶入，她看上去極度疲憊，雙眼哭得腫脹。一貫的華麗外表被徹夜未眠的脆弱取代。他抓着大衣袖口，被領到座位上。法庭內的攝像機捕捉着他的每一個動作。維克多隨後被帶入，他的表情空洞，仿佛還未理解發生了雜魔。他曾經自信的姿態完全崩塌。他低着頭，避開相機與所有人的目光。他的手微微發抖，被帶到薩布麗娜旁邊就坐。瑪格麗特也坐在被告席上，他的臉色慘白，雙手的顫抖從房間另一頭都能看見。他直視前方，無法掩飾內心的恐懼。被告席上的座位似乎比任何人都承受不起的沉重。法官入場，帶着處理艱難案件的權威氣場。他扶正眼鏡，環視法庭。我們開始吧，他宣布，聲音劃破安靜。根據他的指示，檢察官提交了關鍵證據。燈光略微變暗，大屏幕亮起，紅酒被潑出的錄像無聲播放。畫面顯示薩布麗娜甩手的瞬間，顯示紅酒飛濺，埃莉諾臉上的震驚，薩布麗娜唇邊的冷笑，維克多的冷漠。整個法庭寂靜無聲。
甚至呼吸聲都似乎停止。當畫面結束，撒布麗娜捂住臉抽泣，肩膀劇烈顫抖。維克多盯着地面，不敢再看。瑪格麗特的嘴微張，發出一聲驚恐的低語。隨着證人證詞接連響起，多名舞會賓客作證，他們的聲音描述了殘忍，描述了羞辱，描述了這是一場蓄意的行為。檢察官認真傾聽後說道：這不是意外，這是一場有預謀的羞辱與精神傷害行為。法官緩緩點頭，神情變得嚴峻。辯護律師試圖辯稱情緒激動、誤會，無人有意造成傷害，但這些辯詞在證據面前顯得蒼白無力。視頻本身的分量遠勝所有辯解，每個人都明白，藉口無法抹去他們親眼所見的事實。法官首先將注意力轉向撒布麗。撒布麗娜發出破碎的哭聲，她雙手捂住臉，整個法庭都在注視着她的崩潰。接着，法官看向維克多，他的聲音依然穩重：你被判定犯有共謀與煽動罪。維克多的下顎繃緊，他快速眨眼，仿佛試圖壓住心底不斷上衝的恐慌。最後，法官將注意力轉向瑪格麗特，你被判定犯有隱瞞罪和威脅受害者罪。瑪格麗特猛吸一口氣，喉嚨仿佛被雜魔堵住，他緊緊抓住座椅邊緣，才讓自己保持穩定。法官繼續說明判罰內容：三人均被處以社區服務，向埃莉諾支付經濟賠償，並給予反映各自罪行嚴重程度的緩刑。法庭裡傳來輕微的騷動，記者們飛快地記錄，攝像機快門再次響起。對埃莉諾來說，這一刻如同不真實。他緩緩吐出一口氣，釋然如潮水般衝過全身，胸口那股多日的緊繃終於重開了。他望向父親，亞歷山大覆上他的手，他再次感到安全，他被看見了，被保護了。當法官宣布散庭後，亞歷山大將他拉入溫暖的懷抱。你很堅強，他說，你穿過了火焰，並從另一端走了出來。埃莉諾把頭靠在他的胸口。我很高興你在我身邊，他低聲說。他們一起走出法院，雪輕輕飄落，柔軟的雪花在空氣中緩緩下降，如同靜默的祝福。埃莉諾微微揚起臉，呼吸清冷的晨風。一個新的篇章正在等待他，過去已在身後，未來在他面前展開，帶着希望。在父親的陪伴下，在孩子安全地在他腹中成長着，他踏下被雪覆蓋的台階，走向一個由勇氣重新建造的生活。